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就业啊。最近关于就业的新闻比较多啊。如果给你一个事业单位临聘2700一个月，还有一个是超市保洁9000元，超市的保安9000元，你选哪一个？这个不是开玩笑，这个已经真真切切的发生了。很多人的观念也要被颠覆。如果你只有学历没有本事是挣不到钱的。如果只有学历不肯低头向下也是赚不到钱的。最近海南一事业单位招人，大学本科学历2700一个月，研究生学历3000元一个月。我在昨天节目咱也介绍了这个招聘方回应，按临聘人员标准定薪，有五险一金，与在编员工薪资标准不一样他没有编制是临聘人员。另一边呢是潘东来，他招900人，保安保洁岗位要求不超过25岁本科以上毕业，但是他给的薪资待遇是实打实的据称有9000元一个月，那明显是高于这个同行，高于行业这个平均工资，就是保安保洁所以说这个摆在很多打工人牛马还有很多家长面前一个选择，本科毕业到底是去事业单位做临聘人员拿2700，还是去潘东来拿9000，怎么选？这个现象背后一系列传统观念被摧枯拉朽般击溃，相关产业链岌岌可危。8月11号海南海口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海口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25年公开招聘临时聘用人员的公告。公告中，月薪标准含个人缴纳五险一金为大学本科学历2700元一个月，研究生学历3000元一个月。该薪资引发不少网友讨论。岗位虽然是临聘，但是单位它是高大上的，这个可以满足一些人的情绪价值以及这个家长对吧朋友的一些感官对吧。你在这样的一个高大上的政府部门上班，只要你自己不说是临聘，没人知道你是临聘人员，没人知道你没有编制很多人在想，反正又不是干一辈子临聘对吧，可以在这儿干临聘，然后再考事业编考公。可是万一考不上呢？这个可能性极大现实中绝大部分人考不上，然后临聘一辈子，低工资沮丧是常态。现在各个地方考公的录取比例动不动就是200比1、300比1，甚至有的700比1，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真的很难考上。当然了，正因为这种现象发生有很多家长和学生开始质疑读书无用。这个分怎么看你不能绝对说读书没用。你看看，无论是潘东来还是那个海南事业单位，他最起码要求本科毕业你不读个本科，你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你也不读个本科，你2700一个月这个临聘你都没资格去投简历虽然投了也不一定能上在我们固有的思维里面尤其很多家长，他们希望孩子的人生路径对吧，比较好的路径是读名校，然后考编，高福利高待遇，然后高退休金。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就属于刻舟求剑，因为从你毕业到你退休这个时间很长，这个不停的在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基本上不掌握在咱们的手中，我们也只是随波逐流就是单位到底有没有钱，或者单位能不能持续有钱，或者单位能不能持续有编制，这个都不是你能规划的。如果一个单位前20年有钱，后20年没钱，年轻人恰好在20年对吧，这个后20年没钱，这个时候上的船还以为是上岸了，结果要过20年的紧日子甚至苦日子，你说他招谁了呢？跟谁说理去我们以胡一进老师为例这我们经常拿胡一进老师举例子这样便于大家理解胡一进老师他是个标本式的在一个单位干了一辈子，他是个幸存者。但即便这样，胡一进老师也有很多遗憾对吧。他那个时候本科毕业他就分了一个对吧环球时报，那个时候是事业单位。我甚至怀疑这因为我没查这个人民日报下面的环球时报恐怕刚开始都不能叫事业单位，恐怕是政府序列里面的，后来对吧变成事业单位，再后来按照胡一进老师最近的辟谣说已经改成企业单位了，企业编。你看看就是他那个单位，虽然胡一进老师真的是在一个单位干到了退休，但是他那个单位是不停的在降级对吧，由那个政府部门降成事业单位，再降成企业这种编制，然后所以最后胡一进老师有那么一点点似乎是抱怨对吧。如果他是按照公务员退休的话，那他早就过了3万3那个退休金他现在没能过3万3那个退休金，就是因为他现在变成企业编，少了很多。就是胡一进老师这亲身的例子就已经告诉你，这个铁饭碗并不铁也不保险。胡一进老师已经是很幸运非常幸运。当然了，他也是人中龙凤，对吧？他是环球时报总编退休如果是环球时报普
普通的一个小编或者是工作人员，那他可能退休金也就几千块，这个咱们扯远了啊。海南海口市啊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编人员收入怎么样？这个恐怕没人知道啊，也只有他们本单位的人知道。但是啊，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财政状况知道他们目前的这个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数据还是可以查到的。2024年1到8月，海南省啊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16亿元，增长了0.2%。分结构看，税收收入469亿元，下降0.6%。那个地方政府还有一块收入啊，主要是卖地、土地财政嘛。至于海南2024年土地拍卖收入，这个不太好查，但是啊，可以跟全国其他地方比，对吧？2024年要论土拍啊，也只有北上什么深圳、成都、杭州，其他地方就可以忽略不计，对吧？全国啊，即便是我这个咱们经常听的吧，新闻报道，即便这个北上广深、杭州、成都，对吧？这些地方卖地收入还在增长，但是全国的卖地收入还在下降，对吧？下降1/3。那你也就是说啊，那其他地方就是降得更厉害，你只能这么理解。所以说，海南的临聘人员低工资，那也是情理之中啊，确实付不了那么高的工资，给不了那么多钱。实际上啊，有编制的高收入也难以保证，而且啊，不要认为有编制就稳了。这个最近南方周末报道啊，说由于生源减少，小学老师去教高中，这也是今天这很多新闻在报道的。很多地方啊，让小学老师去教初中、教高中，要从这个小学老师里面选人出来。在临沂下辖的罗庄区、蒙阴县等多个区县，多位老师在即将开始的秋季学期将离开自己所在的小学和初中，前往高中教书。在学龄人口变化的大背景下，有一个术语描述这种情况，叫跨学段任教。小学老师教初中、教高中，也不是说不能教啊，这至少说明一个现象。所以我刚才拿胡一静老师举例子，对吧？胡一静老师是幸运儿，而且也是佼佼者，甚至你可以说他是成功人士。那就这样，对吧？他用个人的努力啊，抵挡住了，就是个人的努力抵消了他单位的不停的在降级，也算是胡一静老师打了个逆风局啊，逆风飞扬。我们平心而论啊，胡一静老师从他个人角度来说，那他是成功的，但是对社会来说，他危害性不小啊，因为他是个宣传人员。我们接着说啊，这个由于小学生数量不够，让这个小学教师啊，优秀的人啊去教初中、教高中，但是老师不愿意啊，因为他教初中、高中，他的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但是他教学任务，对吧？压力那是急剧上升，但是啊，小学的数量那是肉眼可见的，对吧？大家都能算得到的，是连年下降，而且是不可逆。如果高中、初中再也没办法接收这些多余的老师，那他们的编制还能保得住吗？实际上，很多省啊都在考虑啊，把教师的编制要取消了。围绕学生的一系列产业链正在发生巨变，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幼儿园、小学的关门。根据官方统计，2024年关闭的小学和幼儿园数量为2.83万所，全国啊现在每天也大概是65家幼儿园关门，平均。所以啊，就连事业单位的正式编制现在都不靠谱，那你说何况这个临聘，你觉得未来会怎么样？有什么前途？这个也符合我的判断啊。我在节目里面一再就是跟大家讲，不要有什么铁饭碗的思想，一辈子干一件事，在一个单位，这种不能说没有啊，非常少。这个社会变化非常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我们的铁饭碗是什么呢？我们的铁饭碗实际上是来自于持续赚钱的底气。如果再说的这个稍微这个文雅一点，就是你的才华，就是你的能力。只有你的才华和你的能力啊，才能穿越这个周期，穿越牛熊。这个经济下行啊，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这就必然导致我们工作的稳定性啊没有以前，对吧？以前你在一个单位可能干4年才会选择跳槽，对吧？有种种原因啊，现在恐怕就是干半年，也是种种原因不得不离开，也是更加不稳定。关于就业啊，今天啊，这个很多媒体在报道啊，又是上了热搜啊，说医学生进厂实习，校方扣薪6元1小时，工厂的时薪是25元，学校给19元，就是学校成了中间商啊，吃了个6元的差价，1个小时6块啊。近日，多名医学生称被安排到了电子厂实习，引发关注。反映情况的学生发给封面新闻记者实习合同显示，甲方备注有劳务派遣单位字样，派遣期限为3个月，采用按小时计薪，但并未填写具
具体工资数额。云南商务职业学院口腔护理专业毕业的李同学称，学校还存在克扣学生工资的行为，工厂给的是25元每小时，学校发的是19元每小时。工厂车间主管说我们被坑了。还有媒体报道啊，这个云南商务职业学院强制医学专业学生进入电子厂实习。这个据说啊，他们有600名护理、口腔医学等专业学生被强制安排至浙江、江苏等地电子厂流水线工作。当然，这个说的是2022年到1月到4月啊，说每日站立工作11小时，组装零件。多名学生因长时间站立，腿部肿胀，学校以不去则无法毕业威胁，禁止学生自主选择实习单位。内部利润结算表显示，学校以利润名义从学生工资中抽取费用，如一名学生22天实习被扣826.57元。首先啊，你说这些学医的，你如果把他送到医院去，对吧？你扣人家的时薪还说得过去，好歹对吧？人家实习跟他学的沾点边儿。你把他送到电子厂去拧螺丝，你这纯粹是啊，就是叫赚牛马的血汗钱。拧螺丝跟他学的东西有啥关系呢？这不就是廉价劳动力吗？对吧？如果你把他送到这个医院啊，或者是哪怕是医疗器械厂，好歹沾点边，对吧？对他的这个4年的学习啊有一定的帮助。这说明什么呢？有人说啊，这是这个学校啊给毕业生啊给学生上的最后一堂课，叫社会的毒打啊，人生第一坑，这叫学校和社会的衔接课程。你出学校的时候就挨一顿打，这样上了社会啊再挨打就习惯了。要不然对吧？你贸然一毕业挨了社会的毒打，或者挨了这个铁拳，有点不适应。所以在学校里面就最后一课就要体会这种社会的毒打啊，似乎也没毛病啊。关于就业啊，这个财经网呢今天8月22号啊也刊登一篇文章，叫《闯关大厂计算机毕业生的求职录》。大家知道啊，现在这个摆在毕业生面前的啊，心目中这个最好的就业方向，一个就是当公务员，当公务员不行，那就考编，对吧？有编制也行。如果这不行的话，那就进大厂啊，这都是毕业生啊梦寐以求的就业方向。蔡英文说啊，他说刚刚迎来一批新人毕业生的互联网大厂，近日已敞开下一轮招聘大门。7月21日，京东启动2026年校园招聘，较去年提前11天。8月，阿里、字节、小红书等多家互联网企业也陆续官宣。不同于大洋彼岸经历地震的北美计算机就业市场，这个财经网啊，财经周刊他曾经报道了这个美国啊计算机专业的这些码农好像就业前景比较暗淡，就码农的金饭碗褪色。他这个报道啊，这个也是采访了很多国内啊在美国上学的，然后读的是计算机的，他们现在面临就业就非常困难。但这个文章啊我们没有介绍啊，他做了对比，他认为啊一些国内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却向财新表示，今年招聘状况似有回温。也就是说，码农现在在国内啊反而有所回温，在美国找工作难啊，这是财经网的观点啊。他说今年大厂是太平盛世，就业情况相比前3年都要好。华中地区一所985大学的2025届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感叹，他即将读博，但他与身边选择深造的同学都怀疑，读研之后能拿到 offer 是否会不如今年本科毕业的水平。同样毕业于一所985大学计算机相关专业的陈晨表示，对比上一届师兄师姐大多到春招才有工作，这一届获得的机会更多，许多人在秋招就能结束求职。本硕就读于上海某985高校的李浩然，对吧？他是非计算机专业的科班出身，仅有一段相关实习。虽然2024年秋招没能拿到满意的 offer， 但他边继续实习边参加招聘，一直奋战到5月，最终还是进入一家大厂大模型岗位。在李浩然看来，2025年上半年伴随着 DeepSeek 崛起，多家大厂发力 AI 大模型业务，因此带来了招聘增量。那么在经历了口罩以来数个寒冬之后啊，互联网行业的暖意真的来了吗？事实情况如何？这个经常看咱节目的知道啊，自从恒大一爆雷以后啊，我就说互联网流量见顶了。这个流量一见顶，基本上就是内卷，各个大厂不停的优化裁员，这是主基调。但是现在看财经网的报道，似乎出现了转折点。这个事实是这样吗？我们看财经网的怎么说的啊？他说今年以来啊，多家大厂公布校招计划，先释放友善信号。腾讯在4月宣布启动史上最大的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万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此外还推出了青云
计划专项招聘。百度表示，未来3年也将开放21000个实习岗位给优秀校园人才。今年3月，百度已面向在校学生开放超3000个暑期实习岗位，87%与 AI 相关，覆盖大模型、机器学习、无人驾驶等领域。京东称其实习生计划自今年起将采用史上最大留用力度，2025年全年将提供超过1万份可留用实习 offer，3到5月集中开放5000个以上的岗位，其中对算法、软件开发等技术方向，在5月前即释放超过1000个岗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增量主要集中在 AI 大模型等高技术要求的岗位，大厂这些比较核心的业务可能只需要一小部分人才去带领整个行业发展，他们要的是人才，不只是人。本硕都就读于一所985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秦聪说过去几年涌入人才池的人数飞涨，只有顶尖人才才可以吃到行业红利。此外，其多为暑期实习岗，实际转正率有待观察。有学生担忧实习生规模扩大，竞争也将更加激烈。有望转正的暑期实习，事实上更将求职起跑线提前。为了先进入暑期实习，学生们集中在毕业前1年3、4月投递申请这类项目，像是正式秋招的提前批。一受访者表示大家希望通过暑期实习积累实践经验，为秋招做准备，同时也渴望拿到转正名额，让秋招有个保底。实际上这就是卷这个就是卷，这就是让秋招提前。秦聪也发现今年算法类暑期实习岗位招聘规模变大，直到5、6月份还有很多大厂在推进面试、发放 offer 的流程，而去年3、4月时，大厂的面试流程基本全部结束。从今年实习的情况看，整体行情比去年好，但秋招什么情况现在还无法预测。据财新了解互联网整体招聘情况仍在收缩，这是在财经网说了实话了你不要看那些什么京东百度腾讯花里胡哨的那种宣传，那个都是为了应付某些方面的这个要求，对吧？当政府号召要解决就业的时候，这些大厂也会跟着后面什么开放2万个、5万个岗位，那都是胡一进老师所说的宣传。一招聘平台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内互联网、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相关岗位的招聘数量降幅都在20%以上。在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岗位中，职位数更同比减少30%，是缩招最猛的5个行业之一。学生们的选择也开始转向，其实去大厂比例不会像大家想象这么高。毕业于国内 top 2院校软件工程硕士刘思远说很多同学会考虑到大厂的不稳定性。他根据身边同学的去向总结，大厂国央企选调的人数比例约1:1:1。陈晨也表示，实验室的同学约1/3会进入大厂，还有1/3选择国企或考选调，剩下的会继续读博深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刚才说的百度、京东、腾讯，他那个开放岗位全部是实习生，对吧？实习生是牛马里面的，那是更牛马，基本上这个待遇非常低。也就是一个企业他招那么多实习生，对吧？说出去好听，我扩招这么多人；第二个花的钱少；第三个从这些实习生里面选一批人转正，这些转正的人呢，他会挤掉一批老员工，就是35岁的码农。这些老员工工资肯定高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对吧？他从那个实习生里面，比如说选了1000个人转正，那就意味着35岁的码农有1000个人失业，企业的这个用人成本在下降。而这些实习然后转正的这些人干个7、8年也就差不多要失业了，因为他也快45岁了35卷是常态，个人感受不同，但不变的是卷，其中学历和实习，尤其是求职大厂的2道隐形门槛。在求职者中一些对学历要求特别严格的企业被称作学历厂。学历是潜规则，又是大家都明白的事。何毅本硕毕业于西安一所211院校，这个计算机专业科班出身，但在秋招时仍被卡了学历，挺正常的，因为我又不是985。他估计其所在硕士班毕业生中进入大厂的人数约仅占10%，就是211大学的硕士他们班也只有10%的人能进大厂，进大厂也是凤毛麟角的。刘思源表示过往2段大厂开发岗实习中，他接触到的实习生全部来自985或 CS， 就是计算机专业较强势的211院校，且几乎都是研究生学历。你看你研究生毕业不就是27、8了吗？是吧？27、8或者26吧，你也就干个8、9年，35，正好在你对吧那个发量急剧减少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份裁员通知今年刚入职一家大厂的陈晨是公司里的第一个00后，同事也告诉他，公司已经很久不招聘本科生
了。他认识的一些本科、非985、硕士在清北就读的同学，求职时则进面率不高。陈晨因此推测，现在不仅关注最高学历，社会还会卡本科学历，双非的劣势很大。这个从早几年就这样了啊，口罩前都已经这样了。也就是你说你是研究生毕业，人家要看你的第一学历，你第一学历是985，然后你再是什么第二学历还是985的研究生，这个才行，对吧？你的第一学历是不知道哪学校的，完了你研究生是985没有用，直接你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卷呐。严岩工作5年，已在3家国内大厂任职过研发工程师，并担任面试官。在他看来，近几年技术类岗位本身考核难度并未改变，但对候选人学历背景、垂直经验等方面要求变得更加严苛，这都是卷，对吧？就是岗位少，求职的多，那不就卷吗？严岩坦言，在他曾任职的一家公司的核心部门，只要双9，双9什么意思啊？本硕均为985，本科是211或者双非的话，就直接 pass 掉了。但也有些大厂不卡学历，更在意个人能力、技术深度，这或与大厂不同的人才观有关。实习经历也愈发重要。根据严岩观察，2023年进入大厂的学生平均水平要显著强于2021年，普遍都有2到3段实习，否则基本上过不了简历关。这都是卷。2025届毕业生赵凯在去年秋招时向互联网企业投递了30-40份简历，约一半获得了面试机会，最终拿到3个 offer。他估算秋招阶段没有实习经历的简历通过率可能只有5%。财经网最后说啊，他说供需洗牌，供就是毕业生啊，就是求职的，需就是岗位。我认为啊，他说将视角放宽，近年中国计算机就业市场整体供需变化值得关注。财新梳理多家互联网大厂财报数据看到，以2022年左右为界，腾讯、阿里、百度、网易等公司雇员数量都在经历多年2位数增幅后旋即转为下降。其中阿里巴巴、百度员工连续3年下滑，截至2024年底，百度的员工人数为35900人，较2021年巅峰时期减少21%。你看看啊，2021年就是恒大暴雷，那一年就是互联网见底，流量见底，从那开始啊，就是互联网就是卷的就越来越厉害。阿里巴巴全职员工总数2022年3月31日至2025年3月31日间，从254941人锐减至124320人，减员幅度超过50%。阿里发生什么了？从2022年这3年里面减掉1半人，大家就知道杭州的房价为什么要跌了吧？我说杭州房价撑不住，好多人喜欢抬杠，对吧？你把阿里这个看一看，当然了，阿里是全国啊，那但是总部在这个杭州啊，那总部肯定是重灾区啊。在2025年财报报告中，阿里巴巴解释2025年年度员工数量减少主要原因是高新零售出售并终止合并所致，部分被招新抵消。相比之下，腾讯员工总数整体变化较小，但也经历了阶段性收缩，2022年为108436人，2023年为105417人，2024年略回升至11万人。京东虽然整体员工数量仍保持增势，但从2021年38万5继续扩张至2024年超过57万。京东是一个怪胎啊，因为它物流也算在里面，对吧？它那个几十万人都是京东物流啊，所以说作为一个技术公司的话，京东的技术类岗位它的数量是在下降的。2021年是1.7万，对吧？现在只有1.5万，也就是说京东的总的人数在增长，但是它的核心技术部门是在收缩的啊，下降了15%。它增长的就是物流。你比如说现在它搞外卖，它不有好多那个入职京东的吗？外卖小哥骑手也跟人家上社保，那这人数就多了。在严岩看来，2010年到2015年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时期，巨大风口已过，即使 AI 等新兴风口仍带来一些新的岗位，各大厂都在缩减招聘薪资预算，相当于原来随便跳槽就可以拿到50%甚至100%的涨幅，现在大家都在卡30%，这是资本市场的钱的缩减。此外，市场轮动速度加快，严岩分析啊，这有2点体现：一方面，原本存活的企业会缩减这个开支啊，进行人员这个更换，实行滚动式裁员；另一方面，部分企业直接倒闭，造成人员失业。供给方面更有隐忧，即便近年需求增长趋缓，中国高校计算机专业大类招生规模却持续扩大。2024年全国计算机专业招生计划43.5万人，较去年增加4万人，其中河南计算机类计划占比全国最高，约15.4%，其次是山西，约14%。求职者越来越多，学历逐渐贬值，使得原本学历没那么高，但也能去中小厂的那些人找不到工作了。这一部分供就像金字塔最底层下的那一层被削掉了一半，他们会被筛选掉。
掉。关于计算机专业的这个就业啊，实际上说来说去啊，大背景是什么呢？大背景还是外资撤离。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它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对吧？你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外资、美资。为什么那么多互联网企业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啊，或者都是在香港境外上市？因为他们一开始拿的就是美元，烧的就是美元。那现在呢，没有了，这就是根本原因。京东烧了多少美元呢？美团烧了多少美元呢？那美团融资都融到字母都不够用了，对吧？那什么滴滴烧了多少钱呢？到现在还没上市呢。网约车平台，对吧？还有那个共享单车，那得烧多少钱？那烧的都不是人民币啊，都是美金。那现在基本上就是移动互联网，对吧？所谓的大厂都是存量业务，对吧？没有什么新业务了。现在风口是人工智能，什么 AI 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个毕竟刚才说了嘛，没有美金，对吧？你烧的都是人民币啊，都是自己人的钱，恨不得1分钱掰成2分钱花，而且这个续啊，对吧？后劲也不足，烧就没了，对吧？就黄了。也就是现在风口这个 AI， 对吧？这个人工智能这些乱七八糟的，它的规模不大，体量不大，虽然很火，它解决不了多少就业，对吧？大家回忆一下2010年什么概念？那时候共享单车平台，你随便数一下啊，恐怕都是几十家，那几十家后面拿的都是美金在那烧。大家还记得千团大战吧？千团大战这个幸存者就是美团，美团本来是搞团购的，勉强活了下来，结果他后来杀到这个外卖平台，这个外卖领域啊，这个打车平台有多少个啊？2012年吧，还是13年，对吧？这个互联网叫车啊，就是网约车平台啊，那也是雨后春笋的。你随便数一下啊，至少10家以上，哪一家不是拿着美金在烧啊？烧它就是需要招人呐、第一个就是人才呢，就玩命的扩招，所以那个提供的岗位就，而这一切是吧？现在你看不到了，但你看不到这些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就业难了，就这么简单。而恰恰就这些岗位啊，它又是优质岗位，又是这个计算机专业的这些学生啊所梦寐以求的。但这些岗位消失，对吧？所以那你面临的就是临聘人员，本科2700，研究生3000，对吧？要么就是当保安，当那个保洁，1个月9000，感觉好像是在受羞辱啊！你读了4年大学出来之后啥也不能干，直接去干保安。你要干别的，你就年龄过了，超过25岁了，要么你就变成这个叫什么纯粹的廉价劳动力去拧螺丝啊！这一切都因为就业难嘛。然后有人就说了，哎，这一切什么时候改变呢？改变不了，只会越来越难。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